性，说不定是本性。你确定要这样的话？他戏路很广哎，他2个号码都演过。对。刚刚想比破3。别掉泪会唤醒心碎，你让我心动感觉从不曾走远。会有一天，告别星空下余晖，说着晚安或你入睡，让思念回原位。分分合合后也会兑现了心愿，想见你每一天。追梦者是着重下半身，这次是上半身，可以讲一下那个差别。上半身差别哦，因为剧情有把那个差别写出来了，所以我就只是把自己投入在剧情里面。然后其实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全胜要稍微他本身的个性可能真的要稍微再女生一点，因为这样我觉得才可以跟紫薇这个个性做一个很大的区别，不然同样是同一张脸，这样子会有一点难分得出来，所以我会尽量把这个差别做大一点。在女生那个真的蛮女的，谢谢。那是怎么？本性，说不定是本性。你确定要这样的话？他戏路很广哎，他2个号码都演过。对。事先有做什么比较功课准备？其实我觉得没有做太多功课准备，因为可能以前自己本身看的电影，吓我一跳。本身然后灌去，听我讲完嘛，听我把话讲完。就是以前看的电影都会有一些这样的角色，然后现在的比较开放的社会，身边朋友也会有这样的朋友，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然后那个高龄产妇是33就开始了啦。30之后好像就算了，30之后好像就算。是吗？对，你就可以领那个补助。这么好，这么好可以。领补助。羊膜穿是一定要做的补助，你不做的话，也可以用抽血。没关系，我现在没有那个计划。为什么突然跟我聊羊膜穿？因为有补助很重要啊。哦，这个对啊，就是保健方面这样稍微注意一下。因为我觉得时间过好快，有时候都会忘记自己已经长大，就是你就一直演戏，一直演戏，然后发现说哦，时间就这样过了。对，目前没有这个计划，对不对？没有，目前还是工作为主。那老公有这个计划吗？我没有的话，他也没办法。